台北济湾顶礼拜五发生着连续攻击，其中涉及伫桃园的57岁余家长，第一时间伫台北车头阻止着嫌犯点到这个汽油弹。就是好你家在有余家抢，所以成功来免除一场更较大的伤亡。但是嘛，因为安尼，伊互对方攻击死亡，是这个案件头一个遭受到杀害的民众。伊的老母亲接到消息，目屎四淋水。但是嘛，真坚强，讲后生互伊感觉真骄傲，伊会慢慢气度着挂碍。即摆敢若希望后生会当入中烈士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嘛通过临时提案，伫咧尊重家属的意愿之下，要甲余家抢入菜着中烈士。伊刚出代志的，我这因无啥，伊家年轻的事嘛。我甲伊看，伊目睭金金看我。痛失爱子，目屎四淋水，李长将姨太太揽调咧，希望讲会当回淡薄仔力量。想起当时案发的地点是大汉后生固定转去的路线，姨太太当时就烦恼，一直到接到不幸的消息。为他为荣啦，但是我做老母的人心都就疼了。他会走路的时候，早上要上班，他就带着他去。晚上再带着他回来，他就有这个正义感啦。他就从小就是戆大，足阵啊，伊就讲若迄落伊拢走大声安尼啦。看手机内底后生逐工传来早安图，固定时间卖卡来介时辰开讲，也是传相片甲报平安。代志发生的迄一天，卡10外通电话回后生，抑过拢无接到，知讲代志严重啊。因为姨太太真坚强，伊的传后生自细汉就对老爸去中烈士上班，看英雄故事大汉的。做人咯，爱做一个社会有路用的啦，咱唔好做社会歹的路啊，对吧？我所以讲，他就不会讲。你嘛希望讲，伊会当尽忠烈士哦，我就足欢喜的啦，我足欢喜的。那本市呢，余姓的市民英勇救人，不幸罹难。那桃园市政府呢，将在尊重家属的意愿以及相关的制度规范下呢，尽力来协助家属争取相关的认定以及表扬。姨太太知影家长救真济人，以伊为荣，嘛感谢外界关心。即马希望讲后生会当入中烈士，和更较一人会记伊舍身救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